喺霍基蒂加峽谷遙仿吊橋上面睇藍河色彩。係咯，吊橋嘅荷載人數限制係8個，經常都要排隊等候㗎。喺呢條懸吊長橋上面步行，會搖晃不定。睇下，搖啊搖，膽小嘅人或者會寸步難行㗎。但係只要你自我衝破心理關口，試下喺深山峽谷遙仿吊橋上面步走，呢個體驗都係一絕㗎。橋下面嘅河水乃係源自冰川，途中就融合咗礦物質。懸浮喺河水嘅礦物岩粉就得出呢個咁靚嘅藍彩。想挑戰刺激嘅人就趁機會考驗下膽識啦。附近曾經有1887年峽谷採金嘅官方記載，毛利人為咗尋找路線，以便於西海岸淘金熱之中混入貝根，從拉海亞河嘅源頭穿越南馬爾卑斯山，經過呢個峽谷去西海岸。喺1922年，政府回應旅遊業者，開通咗呢度嘅第一條商業旅遊路線。跟住喺1933年計劃起呢道橋，最初只係為咗俾人同畜生一齊過河嘅啫。哎呀，搖到個心離咗一離啊！呢度喺1953年先至正式劃為峽谷風景保護區。過橋之後行3分鐘，就會另外有呢一個打卡位啦。喜歡呢方面嘅視頻，記得撳鐘仔訂閱啦。有啲遊客仲換埋泳衣喺藍彩河上面嬉水浸泡，而有啲遊客呢，就到此一遊之後就沿路折返去返吊橋度。但係如果有耐力再向前行約15分鐘，就會穿過卡塔希峽谷，經過一大片綠色嘅乳牛場，之後可以欣賞到南馬爾卑斯山壯麗嘅景色。在探索原生雨林之後，會到達2020年先至開通嘅第2道吊橋。咁如果之後你仲有探索嘅好奇心，再行多幾分鐘呢，將可以觀賞峽谷岩石環繞嘅更加多粉藍色水域。嗰度寧靜嘅湖泊，倒影好似鏡面咁樣。喺冬季嘅時候，周圍環繞住鋪滿白雪嘅山脈同埋原生嘅樹林，咁樣嘅風景真係令人嘆為觀止啊！睇住呢個攝人嘅長吊橋同埋壯麗嘅藍河風光，你會唔會都計劃帶泳衣嚟呢度浸泡一下呢？記住呢度吊橋，有機會嚟睇睇啊！